现代台语版圣经耶利米书第40章。巴比伦王的侍卫长尼布撒拉旦伫拉玛甲耶利米放出去以后，上主有对耶利米讲话。耶利米互人用链仔链地，甲遐耶路撒冷人以及犹太人做伙，要互人掠去巴比伦。尼布撒拉旦叫耶利米来，对伊讲：上主你的上帝要警告要降灾祸予即个所在。但上主果然照伊所讲的做，这是因为恁得罪上主，无听趁伊的话，这代志才会临到恁。当我将链伫你的手的链仔拔起来，你若看甲我做伙去巴比伦好，就来去，我会好好啊甲你照顾；若无爱去，就毋免去。你看土地遮宽，你爱去倒位就通去。耶利米还未离开以前，尼布撒拉旦阁甲伊讲：你嘛会用得倒去沙番的孙阿伊甘的囝基大利遐。巴比伦王已经指派伊管理犹大逐城镇，你通住伫恁的同胞中间，也是你看倒位较拄好，就通去遐。侍卫长就送礼物甲粮食互耶利米，互伊自由离开。耶利米就去米斯巴，去阿伊甘的囝基大利遐。甲伊做伙住伫村落内的同胞中间。伫野外，遐个无投降巴比伦的军官，甲因的部下，听到巴比伦王指派阿伊甘的囝基大利做迄地区的省长。伫你无掠去巴比伦的查甫人、查某人、囡仔，甲迄所在非常善车的人，就来米斯巴见基大利。这个军官包括尼探雅的囝伊什玛利、加利亚的囝约哈南、甲约拿单、但何密的囝西莱雅、尼德法人、以回的囝儿马加人、亚撒尼亚以及因的部下。沙番的孙阿伊甘的囝基大利对遐个军官甲因的部下咒詛讲：毋免惊服侍巴比伦人，做恁踮伫即个所在，互巴比伦王管，恁就会平安无事。我会住伫米斯巴侍候遐个来咱遮的巴比伦人。毋过恁着积聚一寡酒、油，甲热天的果子，收踮器躯内面，搁住伫恁占的城镇。遐个伫摩押、阿门、以东地区，甲逐国的犹太人，听到巴比伦王无剿灭所有犹太人，搁派沙番的孙阿伊甘的囝基大利做省长，因就对互因赶去的逐所在倒来犹大地的米斯巴去基大利遐，因拢有收藏真济酒甲热天的果子。加利亚的囝约哈南甲遐个伫旷野的军官来米斯巴见基大利，对伊讲：阿门王巴利斯有派尼探雅的囝伊什玛利来要杀你，你减知？阿伊甘的囝基大利毋信因的话。加利亚的囝约哈南伫米斯巴私下对基大利讲：请允准我去杀尼探雅的囝伊什玛利，一定无人会知影即个代志。你若死，所有规我来你遮的犹太人就会死散，村落内的犹太人
敢毋是拢话袂忘。阿伊敢会囝期待你甲加利亚的囝约翰兰讲，你毋通做即款代志，你所讲关于伊什玛利的话无影。